2023新世代主播夏令营2天的活动，为学员安排了精彩又丰富的媒体工作相关课程。活动首日特别邀请到巨汉商业摄影郭聪南老师，以及南台科大黄琼英老师，手把手教导学生商业微距摄影以及认识 AI 科技，并派出秦碧纯、郭文吉2位主播与学生分享采访经验谈，精彩内容让每位学员都收获满满。跟以前你拍的照片有没有不一样？有，就是比较好一点。比较好，那你会拿回去给你爸爸妈妈看吗？想哈，给他说感觉像不像是专业的摄影师拍的，对不对？很自豪。你有特别去做一些摆设吗？还是灯光有做一些调整？灯光我是想要做是从类似有2边，然后呢有一边它是有点像是快要日落了这样。就为什么想要来参加第2次？因为觉得这个很有趣，我也蛮爱主播这个东西。洗手间在哪？除影像课程以外，当然也有声音的部分。主办单位这次特别邀请到胜利广播电台主持人苏芳云亲自现身授课。中嘉宽屏也在课程中规划媒体试读分享，培养学生媒体素养。我是苏芳云老师，先跟你们玩一玩，你们猜猜老师属什么？你看我的名字3个字都有草，先猜猜看老师属什么？属蛇？哇，你真的很棒哎！属兔子，哇，我觉得我们双子星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。通常我们看的东西，这个叫做媒介。像昨天是不是文基主播有跟大家讲说，你可以看报纸、手机、电视，这个东西都是媒介。那里面的东西、里面的内容，这个叫做媒体。结业式前，主办单位特别带领所有的学员走访双子星电视台，并实际体验每个新闻制播环节。而学生们最期待的就是亲自上主播台报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宏佑，欢迎收看8月3日星期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周家宽屏3冠王双子星举办2023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，邀请台南市近30名学员一起到双子星大楼上课。2天的课程丰富有趣，让参与营队的同学更认识媒体。感谢您的收看。8月3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林云倩，我是王佑胜，我是杨玉祥，我是郑雨欣，我是林义天，我是侯延玲，我是林可汉，我是陈柏宇，我是徐敏谦，我是赖宇辰，我是王妍珍。我们再会。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，感谢这次所有同学的参与，相信每个人都获益良多。明年公司还是会持续办理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，开设更多有趣课程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